会譬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壬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1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阳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代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譬地10800年。地完全至为会数景，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戌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寅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譬地，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氤氲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即静态即动黄即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